立法院会今仔日通过3大公投案，有机会伫咧今年年底参大选做伙投票。台湾摕到明年棒球12强赛，阁有2028年奥运资格赛的主办权，会当有主场的优势。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立法院会今仔日通过3大公投案，包括变形立法。核电灯泡，阁有交通罚款专用，有机会伫咧今年年底参大选做伙投票。等台这中选会审查了后，若确定有成案，有阁会阁增加14亿的选务经费。当国家没有办法给予人民公平正义的时候，我们用公投把公平正义还给人民。国民党立委话讲，爱甲权力宪法人民，立法院会就是处理南北党团提出的拢总4项公投提案。经过表决，国民党团提出变形立法，希望吓阻性侵、虐童，抑有诈欺罪犯，以及电开核电爱政府废除废核加园的能源政策。另外，抑有民众党团提出的交通罚款专用，拢总3项公投案，伫南北人数优势有通过，确定送出立法院。我们主张交通罚款要专款专用。民进党为了阻挡，就是要阉割我们的公投案，但是我们坚持还是交给全民做决定。你送到中选会之后，你这个立法院全部都是白痴。执政党也同意要100%，啊，你们也要100%，啊，你们要公投什么？必要性在什么地方？针对民众党提案的安乐死公投，因为立委柯中信出国，白赢敢若7张同意票，国民党伫表决的时阵雄雄弃权，最后拿到人数优势，确定无通过。赞成者少数，台湾民众党团体不通过。他们弃权不投票，我们也尊重他们的决定了。这个民主政治就这样嘛。3项提案送出立法院了后，会交由中选会审议。那最后确定3个公投北大选，伊个选务经费会增加新台票14亿。听到国会通过了这3个公投案，而不是原来的6个公投案，我相信大家心头都松了一口气。我们的30万选务工作人员都会感到高兴的。中选会委员会。很快的针对这3个案子来做出最后的一个决议。是毋是会全部照做？游永良讲，中选会是合议制，审议结果是有真大无确定性。但是是毋是有可能3项组成一张选票？游永良嘛表示，目前相关的修法也未通过，嘛呼吁国会尊重选务专业，唔通一时想到老错立法。记者采访报道。后面日本、阁有咱台湾等40个国家，拢去互美国点油做记号，讲咱可能会协助中国来生产地减关税。美国未来按算要透过 AI 来掠这非法的行为，也若咱的财政部关务署是强调讲，咱一直拢在做查核甲防治的工作，为去年4月到今是已经查到400多件违规。美国总统 Trump 伫咧2018年头一摆对中国加扣关税，中国为着要减关税，一直用足机密还佫复杂的步骤来生产地。根据美国白宫公布的大运转骗局报告当中，就指出，包含台湾在内40外个美国贸易伙伴，拢列做是可能甲中国斗减关税的潜在风险名单。采取了事先严防、事中严查、事后严处的3严的措施来因应，请厂商在出口时要减负证明文件。财政部关务署就表示，针对防止违规运转，从去年4月到今年8月初，拢总查到4300多万条，其中查到疑似413条是违规转运。伫咧美国的报告当中指出，中国建立一套分散式影子转运网络系统，互认定参与转运大骗局的国家分3个层级。第一层级是多元化规模领导者，台湾嘛互列入。第2层级是规模领导者，和中国有重大经济整合，包含巴西等等的国家。第3层级是小型机会主义的中国目标经济体，群众等等国家拢互点名。未来美国嘛用一套名号做边境侦探的 AI 系统来加强查缉。透过这个美国他们设定所谓 AI 的这个查核或交叉比对，的确对于台湾的企业来说会相当的辛苦。那这也是他们成本大幅提高。学者就表示，台湾的厂商当咧面临中国的去中化，佫有伫咧考虑是毋是要去成本较低中国来设厂，未来就要伫足济家拢投资一寡状况。也若美国防止生产地态度是有够严格，对台湾的厂商来讲，未来提证据的成本会愈来愈悬。记者综合报道。大家感谢，阁会记伫2024年世界棒球12强赛，咱台湾队拍赢日本，摕到冠军。
时间过真紧，这后一届的12强赛就是明年2027年，而且咱台湾这届有争取到预赛甲复赛，唔那安尼哦，搁有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资格赛才会主办权，也这两场国际比赛的成绩，嘛是关系到咱台湾敢有法度拼入去奥运正式赛关键。 要拼入去这奥运的正式赛，其实真无简单。全世界敢若有6队，也其中的3色是已经去互地主国美国，搁有世界棒球经典赛拍了上好的委内瑞拉甲多米尼加去摕到啊。也剩的3色呢，有2色是会透过12强赛来决定，一个互亚洲，也另外一个是欧洲甲大洋洲表现了上好迄队，最后一队。 就是奥运资格赛的第1名，所以讲咱台湾若是想要拼入去奥运的正式赛，有2个方法。第一，争做12强赛亚洲上好的队伍；若无，就是爱伫咧资格赛当中6抢1，摕到迄个冠军的名额。中华民国棒球协会宣布，台湾正式得到2027 12强预赛复赛，也有2028洛杉矶奥运最终资格赛的举办权。 两项关系奥运门票的国际比赛拢会伫台北举行。真的感谢棒协在争取比赛的过程当中非常的积极。这个地主队啊，我们有地主的优势，能够争取赛程，对我们相对比较有利啦。我们一定全力来支持这几项赛事。我们也希望中华队能够发挥最佳实力，能够得到最佳的成绩。比赛场馆规划，体育局会持续与中华 棒球协会保持密切联系，全力提供必要的行政协助与配合。中华棒协一定伫8月17举办记者会，进一步公布比赛规划、场馆安排，也有相关筹办细节。台湾代表队要赢得注定优势，棒球迷一直讲真欢喜。很好啊，对啊，因为台湾很多人都在看棒球，选手可能会因为我们加油声比较大声，主场休息也比较好，应该会表现更好。 那球迷欢喜地等，大巨蛋周边商圈嘛真欢喜。东区商圈发展协会营务理事长韩秀和伊讲，2024 12强的比赛都已经带来真大的商机。当时人丁城中是指5成，即马个团来举办国际比赛好消息，真侪商家拢已经敲电话关心后续的规划细节。我们自己协会预估将会带来人少6成以上。我也是希望市政府这一次要重视一点，把这个各级处都要带，甚至于市长自己本身 也可以进来参与这个活动。如果有市长来带头的话，我们就不会输高雄他所谓的演唱会经济啦。我还没有看新闻，客人直接，因为他们很兴奋，他说：“哎，通过了，通过了，赶快去查说能不能抢到票。”那会来到这边，就一定会去搜寻说：“哎，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韩秀和嘛话讲，世界级的国际型大型比赛，希望市政府会当结合包括商业处、观团局、体育局等跨局处共同研究，把人丁带入商圈，捞起串联经济。记者采访报道。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已经伫咧海上部署9个月，拢无挖港。听讲这船顶唔但欠米粮，阁有兵啊，讲要跳海。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国防部就要说明清楚，阁讲要上船调查。一旦国防部长是驳回，讲这是媒体伫遐咧乌白乱报。美国两间军事媒体《军事时报》甲《青条旗报》引述官兵家属的讲法，美国海军航母林肯号下个称谓官兵，当面对欠食食、光线故障、甲长期部署伤忝等等的问题，显示长时间出海的生活条件已经影响一寡官兵的身心健康。这个讲法引发国会民主党议员的关注，要求国防部对外说明，也要求上南调查。If we've won, bring everybody home. And if we haven't, tell the truth about why we're still there and provide clarity to these families whose loved ones are in harm's way and provide clarity to our men and women who are serving, who are giving their all to this country. 林肯号伫2025年11月2日对加州圣地亚哥出发去南海执行任务，2月互重新调派到中东地区，来应应美国甲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攻击。因为美国甲伊朗的战术无确定，林肯号原伫5月结束的部署任务一直前，到达出海时间已经超过250天，创下200多天无入港的纪录。报道指出，官兵超过1礼拜无法度洗衫，因为罕伫入港，也无法度定定食到鲜的食物。船艇佮传出光线设备甲马桶、各种等等的问题，而且美国甲伊朗直直交战，也互平常时的后勤补给体系拢乱去。
地区船顶物资供应受到影响，加上长期部署对船员的心理健康造成真大的压力，甚至传出有官兵想要行底路。I don't expect for an aircraft carrier to be the Holiday Inn, right? I don't expect for it to be a luxury lifestyle, but we also should expect basic habitability. We should expect running water and clean drinking water, enough food to eat, working plumbing, the basics. 根据2025年一项研究，甲美国白将军相比，海军的官兵因为船顶的大环境无好、噪音，佮有相长的工作时间等等的因素，出现严重的心理压力的比例上悬。林庆科长期部署，也搁在显示官兵面对的身心压力，也搁有美军后勤补给甲战备能力的挑战。美军计划按照原底轮调计划，又交伫华盛顿号交替林庆科，毋过确定的时间还未公布。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欧洲出现逆流，伫德罗河强要无水啊！也因为这核电厂主要拢是靠德罗河的河水来降温。即阵这水位下降，罗马尼亚政府是宣布讲，要甲国内唯一的核电厂先全面停放。罗马尼亚国营核电公司8月13宣布，因为冷却核电厂的德罗河水位降到历史新低，罗马尼亚开始予国内唯一的核电厂全面停机，造成这个国家1/5的电力亏欠。核电公司7月已经关切纳福达核电厂1号反应炉，2号反应炉也是这个国家最后一座咧运作的反应炉。伫咧真侪项紧急抢救措施拢无效了后，8月13正式停机。这嘛是这个电厂2003年大可汗以来头一届停机。厂方表示，尚无未来10以来无可能重开，必须爱看德罗河水位回升的状况才来调整。罗马尼亚宣布8月全国进入能源紧急状态。专家认为，全球气候暖化，未来无论倒一种能源供应，拢有可能面对气候变迁的威胁。政府必须爱量早准备。So there's a lot more planning that might need to be involved now, regardless of the power source. You know, there's not one power source that's immune from this. Each of them have different challenges that they face, and so governments getting ahead of that will be really important. 咱那匈牙利境内的帕克斯核电厂嘛，因为德罗河水位创新低，8月初捌因为可汗面对建厂44年来头一届完全停机的命运。目前这会当勉强维持25%价电力的输出，为着避免像罗马尼亚同款，匈牙利政府已经下令实施紧急工停，包括伫德罗河起造河床堰，用人为的方式甲水轨加悬，而且调2只80公尺长的大船伫咧现场待命，随时准备要沉船来阻挡河水的流失，甲最后的冷却水保护。核能专家强调，核电厂靠河水降温的模式已经面临考验。In my view,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e message what the nature sent to us. In my view, a new evaluation of the cooling methods available on the site is definitely necessary. 若是德罗河，欧洲主要的河川包括莱茵河、泰晤士河、龙河甲坡河，水位拢继续咧下降。另外，欧洲当咧面对今年热浪第5波的效应，英国伦敦西部13高温超过38度，创今年新高。其他包括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也有巴尼干半岛，高温拢要到40度。欧洲目前是全球升温上介紧的大陆，这波连续高温已经对全欧洲超过3.4亿的人口，差不多是要6成的欧洲居民，造成极端烧热的实际影响。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德罗河的水位下降，虽然造成核电厂就要停放，不过稍后一只离阵的时，纳粹德国的沉船搁再浮出水面。伫咧英国是有一个已经消失300吨的骨灰盒，因为可汗的关系造成草埔大炼，全国重新出现。水位创新低的德罗河，伫沙坡顶头竟然看到一台船的残体。原来是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纳粹德国甲俄亥舰队伫咧撤退时阵，为了要阻挡苏联军队向前，超工甲家己的船炮火点来挡。迄辆船差不多200台军舰，伫塞尔维亚城市普拉霍沃附近被拍沉。无想到讲80几年了后，这款船的残体竟然阁互大家看到，毋但是游客好奇，当地人也爬去船顶看。Još uvijek ljudi ne znaju kako da dođu do samih olupina, postoji veliko interesovanje, ali još uvijek nemaju ljudi mogućnost da dođu. 这马伫咧德罗河岸边，差不多20台纳粹船的残体，用目睭看就看会到。本来水位愈来愈低，大型船正歹过，这马是搁较歹过。
共款因为可花，互人看到一个英国一个失落的花园。这座花园伫咧真有名的查兹沃斯庄园内边。本来行伫300多年前改做新的设计，最近因为可花花草拢打冷气，会能看到进前花园内面的路架图形。You can see behind me there's a large extent of central path, and those swirls are really detailed. It's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see a layer of history that we don't normally get to see here. 伫英格兰南部地1个月嘅无落雨，真侪公园花草死了了，拢变做黄土。自来水公司也提出水管的禁令，禁止用户牵好似讲水车或者是压花，只敢若会当用水桶或者是压水壶一桶一桶灌，有上千万人受影响。若违反禁令，上悬会当罚1000英镑，差不多是大票43500外块。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英国的伦敦动物园是保育甲研究生态真重要的所在。负责营运的伦敦动物学会伫咧今年成立满200年，所以就宣布要开放野生动物健康中心，让民众会当来参观，来看各种动物接受检查的过程。伫伦敦摄政公园的这个动物园，原底是科学研究的用途，由成立到达满200周年的伦敦动物学会管理。1847年才予民众参观。伫这200年的历史当中，伦敦动物园甚至正做启发达尔文演化论，也有各种呢动站平衡理论的所在。Here we're looking at Darwin's finches, and when you look closely, you can see that the beaks are all ever so slightly different. And these birds came from different islands in the Galapagos. So when Gould and when Darwin were examining them, they started to think that perhaps these birds evolved for a different purpose on each island. We were originally created 200 years ago to further the study and understanding of animals. We then went on to open the world's first ever scientific zoo, and we've gone on to have many firsts since then. 才有真侪创第一的记录，包含请第一位动物园的专职兽医，成立第一个民众参观的水族馆，澳洲第一个动物园专属的动物病院等等。另外，园内超过1万只的各种动物，会当讲是全英国上大规模。今年1月的动物普查是引发全球关注的大代志，工作人员搁爱上报，予动物乖乖出来点名。每年8月份的动物体检，也是为着实现科学研究目的的重要工课。另外，伦敦动物园搁爱负责野生动物兽医学、保育科学、生物多样性等等科目的教育任务，协助训练研究所以上的研究人员甲兽医专家。针对野生动物的保育，伦敦动物园要开超过新台币8亿5千多万设野生动物的健康中心。I am delighted on our 200th birthday to be announcing the launch of a brand new development and brand new wildlife health centre, which builds on a historic legacy of years and years and years of pioneering science, pioneering the animal care, and really understanding wildlife and what we all need to be doing to protect wildlife for today and for the future. 这个新的野生动物健康中心有设大型玻璃窗的参观走道，让一般的民众会当看到兽医为动物健康检查的过程。除了观赏动物，也更较了解科学家为着动物保育所做的打拼。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